每年人拢伫咧讲哦，来女仆诶，都伫咧番椒豆腐，做番椒豆腐哦也够辛苦啦。我个后面都讲，我第四代我来也讲我继续传下落去啦。我用退休呢，大家年下有习慣嘅啊，人生好好都條見做啊，做下到喺拜覺得有嘢食冇啊，有嘢食就食別地冇，有嘢食就進度好啊，做到唔會做都好嘅啊。大家可以看到了，哇，很像醫生咯。我家個幸福啦，有愛食，身體好會做，幾下定都靠話好，我等你過快樂過年啦，過好啦。春意水讲人言，江浙调重现。春风过去抢命多，后妹爱哭谷一天。日下小满五下线，梦中对风思念。西瓜清甜。梦里望，太初文言苦渐渐。日秋处处甜归燕，燕燕人团圆。日冬小雪18年，四季轮回又一年。听听咧行的女仆的老街后，看那过去，慢奶就会转的牙喎，古色古香。今本日呢，就听的民族，看下来一看啊，到底都有女仆也到位嘅，有乜嘅传承嘅几下10年菜地嘅客家名声咯。嚟啲。女仆鄉係一隻客家人為主嘅莊頭。來到女僕嘅適合了解，且推總唔代表個菜地嘅豐富市場，因為就係莊頭嘅心腸，維持得女僕人嘅人生面貌。民以食為天，市場除了係大家買食嘅天堂，還加係愛買貴木客人愛食嘅天朝愛到嘅蔬菜喲。Hello， 余太姐。哎，民族，哎，來喲，係啊，我哋個市場嘅。係啊，很熱咯。我哋個市場啊，差不多2點半過後吼，那就大妹都出來。就可是，而且你看啊，前面很多阿婆去甲種菜去甲賣係冇啊？錯。嗨，阿婆你好。你好。阿婆好。哎呀，全部去甲種嘅菜哦。哇，而且全部凍漿哎。番薯鴨，小姐很強啊。哈哈。特別全部清好哎吼。我們這邊是自己種的。很真對哦。哎呀，賣到幾多點？這怎麼看？6點。就是全部要特別生嘅青菜地，清有人情味嘅蔬菜，對不對？冇錯。而且就買菜啊，放嘅啊，一個放嘅，佢本來有富圈嘅魚，是㗎。佢冇有富圈嘅總條加落啊，而且這個人家嗬閒其都卡都這個有人哋啊甜甜嘅都中式白菜啊，宜豐南太子，此時的女僕老街台，兩位特條大細街路全部行透透，做得講係老街嘅模樣。女僕係幾容易嘅木卡，女僕市場就像係太子嘅組合哦。一般我哋要去咧嗬，有3間戲院，一個地方一個市場啊，這邊都有一間，很多女僕戲院。你看，這可以說是女僕嘅西門町呢。冇錯。在一個地方有一間戲院，一間東調不去，這邊有3間哦。冇錯。我哋要。那你頭班係咪都要特別有飛啊？冇，沒有嗎？人家都存咗一間清河戲院，其他像女僕戲院同文化戲院都拆開嘅。就算時間過脫咧，戲院一下將存到一堆泡泡嘅相，說唔清嘅工業故事，一下戲事就單單純啲歷史地圖咧。唔過時間轉變咧，見物實在唔只有女僕嘅好明星，
大家行喺神忙，本菜地鐵油嘅好明星，一台三定一台流傳下來。哎呀，帶來是一個吼，我哋女僕嘅最有名嘅，叫做下公飯。Hello， 太記，你好，你好。哇，媽呀，很多下公飯哦。哎，大姐跟我說這是在地人女僕你一天會睡是嗎？對呀。哦，我哋晚上不止這個，真的。外面回來都要買這個啊。哦，台北都回來都買這個。而且啊，做這個美食節目做了5年，我第一次看到有那種下公餅哎。它其實外形啊，看起來有點像人家講那個蚵嗲，蚵嗲是放蚵哎，這個是放下公。啊，你剛才到底也買幾久哎？我買了我都40年了。40年，還有上一代的嘛。聽一代哎，哦，所以這個是。哦，老公啦，早說。啊，你有冇天數啊？手扣标不老婆在做，老公在收錢。你應該是要幫忙這樣按摩一下啦，對不對？指手斷案。佢說一塊是踢腿黑曼揚州誒，哪楊梅州誒，啊楊梅全部楊不鳥，啊你就負責數錢。傳承了40年嘅下公飯。雖然是一個細細攤呢，但用幾樣簡單嘅配料，就做出來澎湃嘅好味線。以下10年來，唔止嘗到幾多菜地嘅人嘅味道，還甲本菜地出外種嘅人一生難忘。好，哦，哇，哎，看這樣賣20塊，三米下公是賣什麼？太便宜了吧？我要3個。客人可以請問一下，你吃這個吃多久了？他賣很久了啊。哦，啊，你們如果去外面，會不會很想念這味道跑回來吃？對，因為這是外面都是只有蚵嗲啊。真的，只有這邊有蝦的。對，而且最主要是它的醬很特別，是不是？你一定要沾它的醬。我哋晚上要將亂嚟做我見到，我哋晚上是沾醬才會很好吃。哎，真的很好吃哎，真的很好吃。你有吃過那個蚵嗲嗎？那個蚵嗲啊，就裡面它是跟蚵嗲，它其實外面這個餅皮很像。它拱在這邊，你一下去，蝦子酥炸過後，那個它連着那蝦殼，有沒有酥酥脆脆，好香哦，很像在吃那個蝦味鮮一樣。而且它最重要的是，你的醬是怎麼樣？醬怎麼做出來的？就是先婆婆教的吧。哎，那個醬真的很厲害耶！大哥，我可以問一下，你到底負責哪一部分啊？從頭到尾我都剛才沒有看到你幫我服務到。在這裡玩呢。在這裡玩。沒有。我要監督嘅來咩？呢太子嘅下公飯，唔但將東西好又便宜，料到食材，嘅一口一口又酥又脆又香又甜嘅醬，啲生麻紅變化，行卡係女僕嘅人，吃誰都睇東南甜變特嘅。離開嘅人前面當牛嘅市場，聽得二太子行入到楊枝園嘅老街路，嗰邊有各種風雅建築，保留定雜貨店、大鐵店、貨房屋，也都舊式嘅建築，完全證明呢是係非常鬧熱嘅好光景咯。都要條老街啊！我幾下年前來過，都啲下來舊樣保存得咁完整呢。像你一件廟係。一個係石頭白宮，佢擺白宮都石頭啦，啊後來啦慢慢嚟嗬，有影響啊呢，外來文化影響都夾係嚟各個復興係嚟神鄉係嚟。一條街都頭擺喺動鬧熱係冇？我哋玩設施也不是睇下高哦，真的。係啊，睇下騎馬打仗啊嘛，啊，這個樣貌有改變動到冇咧？都冇改變。老街度合合嘅風嘅，做得房出嘅房外人走入來，風嘅度大家傳上傳下，鄰舍之間遊來遊去，地度做乜嘅，啲村嘅老輩就看得清清楚楚，做得看出呢度位嘅淳樸嘅民風。繼續行下去，頭前還有乜嘅神奇嘅地方冇咧？哦，我哋也有一條細細風嘅，這個靈步。嘅啊，名年古誒，還講出來，名年古誒，風誒，哇！哎，我們兩個按苗條，其實啊，黑年古誒，名年古誒，是這樣。我想人哋你鬼死啦，誒，鬼死，名唔做乜解會有按西風誒啊？
哦，要如头摆吼，主要本一条生意本人过路的啦，嘿，本人过路。可是做嘛要做到按谁条？因为不过他讲人当然个太监也好啊，从那一条西方就可以过路好呀，阮就莫是按太口啊。可是这个小地方很适合玩游戏哦。对啊，我哋玩说做问题啊，下木边木呢。好啊，你种银钱嘛。边去钱都本人钱唔到诶。几好搞，真的呢。嘿啊，玩说个钱。哎呀，用讲起来，这可能也有没有100年的历史啊？有，那个火棚有800年的历史。所以你这个真实的叫做什么？时光隧道。冇错。就会俩头耶。行业路嘅時光路，地面頭前長年嘅公園，當地嘅表送菜地人新世紀嘅球幕，也未停定橋下潛進飛熱度嘅一條光景，接下來繼續停定民族，橋下來去對準後生世界唔是無敵嘅好料哦。嗨，李太姐，安早，早安。哎，早。哇，按做就按無限幾多點開始做啊6點。 6點就開始誒。我嚟試下女陪清好食嘅米苔目，就講米全部都掠到邊嘅。錯。真嘅哦，來攞唔 Q 下來看啊。好啊，來，可以啊。我帶你來看好啊貼片的東西嚟睇啊。貼片嘅東西，你唔會當有喎。我一今晚下一期全部會散口來啊，那勇敢曬咧，看起來就懂上顏色咧。你看那一定要懂到誒。我那來就可以肚皮嘅哦，可以上市嘅哦。 你不會當有哦？怎麼啊？米全部地都會變成黃頭的啊？有哦，有我們愛老祖宗的哦。老祖宗。對，我爸爸，甚至我阿公阿婆以前攏有攞安嘅東西。當然不會當有哦，我哋體驗。那你阿個按樣來煮咧？加水。哦，撈佢浸水係嘛？加水。要煮夠冇咧？ 點解攞煮嘅啊？煮鬼久呢？煮到變粉粉嘅係冇？但除了一個黃頭，還有乜嘅特別咧？有，等一下還有豬王嘅。豬王嘅？有咩愛嚟煮？冇關人家講嘅女僕娘嘅呢，米全部懂特別。現在就發現了兩樣按特別嘅料都地度誒。女僕嘅老時候嘅米色真嘅冇簡單，原來米奇木還做得按樣色，實在不愛想唔到。看到李太子閨女嘅無限切差，當日顯著嘅黃頭從一粒一粒嘅黃布撒樣嘅金閃閃嘅，又含有廚房嘅閨女技術太骨痛嘅剪法，但搶看了到用心準備嘅備料，就本人後來是骨骨吞了。佢嗌我食幾多邊幾多？錯，哎呀，幾多用碌碌啊，係冇？碌。嚟看到有個米奇木啊，看按 Q 誒。香菜可以嘅。快菜。快菜、跳菜。跳菜。衝下窿嘛？係衝下窿。碌碌噶。我一今晚下一期全部會散開來啊！那勇敢曬咧，全部都散開來了。安尼都可以嘅。做得咧。咖料。料就是最特別的地方。唔假嗌假。你啊？嗌假啊。 廚房嘅係好食嘅，好來，好食都加一些好嘛。黃頭嘅，但係又係嘛，即係做嘅老肉哦。係錯，即係煮嘅哦。油蔥，好香哦！你有冇看到太極剛剛做前後，大概才不到5秒鐘而已耶，10秒啦，10秒鐘就做好誒。人生快慢嘅呀。先生快慢，不慢嘅。誒，太極，我請問一下，你這是6點開始賣到幾多點？賣到6點。 賣12點鐘很久啊！啊，有算過一年攞幾多碗麵冇？冇算。因為有賣上嘅呀。沒有賣上嘅嗬。你看10秒鐘係攞幾碗飯，哇！一年不得了誒！誒，數斤甜筒冇下下來。為了滿足來無停嘅人客，料理人長時間下來，自然訓練出又細又精準嘅好手腳，當家就做得本人客滿足，變化出一碗香味鮮香嘅米奇木。哦，太極呀，真勁！看起來就懂上顏色咧。你看那料懂到誒，來吃這款的米奇木哦，客家人共同的美食。好食喎，一盤咯。
可能俺就可以肚皮的哦，可以想死哦。好好吃哦！而且你们看到我刚才吃起来的时候，它咕噜咕噜的，而且它懂嫩懂 Q 弹呢，好吃都讲唔出包了嘞。对于普鸭倒闭的，从大姐这边开始，底度的表面给网挑的啊，吃下去又有不同的口感啊，牛。煮到粉粉，那网挑它大枪身边等好食哦。也可以可以。还可以煮往外开开咧。但是做嘛都睇嘢落邊有佢少邊網體位都有面前目的度。黃體話，因為面前木啊嗬，嗰夾有手法咧，啊咪就用解是料嘅啊，體位煮我咪打落去啊，是的哦，嗰要爆煮解，嗰爆啊！因為頭擺人識唔識得做西啊？啊，當時面前木啊嗬，我用手法，一下要肚皮嘅，一下肚皮嘅，嗰時候佢夾解是料嘅落去，體位啊。而且啊，你看還加要給主翁嘅補血，這樣對不對？補血對啊。剛講啊，也見點嘅對牙破開是8年了。有。可是做嘛係什麼年都要做咧？啊，就可能嗌人講10萬吧。有冇嗰個一路睇嘿？你話老睇以前上班啊，嗌人什麼嘢啊？看到媽媽爸爸無閒啊，啊就自通嚟聽書啊，聽嚟聽一邊啊，覺得嗌人啲建議未啊，自然就就接起來睇起來啊。咁衝也倒閉啊，內埔也倒閉啊，嗬。你知道下四重嗰邊有動態冇？有哦，以前也冇市場哦。哈，以前也攏錯啦，以為冇嘅啦。真嘅哦，咁條擺都嚟擺呢，擺攤呢都嚟。你第一副圈啊，市場嘅副圈點當人啊你啊？你們做嘅西推，不有人嘅不卡咩識嚟西推嘅冇？我是唔對西推冇西推啦，一定講一定對完事嗬，爸爸媽媽都帶人嚟食，更加要帶廿4年嚟食啦。咁人嘅基因當重哦。係啊，一定都唔幫人退休呢。對啊。那有找到接班人了嗎？目前沒有。目前沒有。目前沒有。咁吃我剛剛安陽周周的講嘛？啊？安陽周周的講。那，你食吧。哎呦。當年無限定做料理，雖然辛苦，不過藝術對李太子來講，是做得延續一份珍貴嘅秘辛，把好料嘅記憶保留下來，這就是佢親大嘅歡喜咯。內埔嘅傳香千里嘅料理，是喺安陽聽聽，接下來各地嘅民族來啲請下去。阿明嫂，阿婆你好，你好，民族哈。哇，那學做嘅太不錯，你們都要比煮嘅呢？係啦，都要煮嘅。當年肉嘛，人家喊佢阿明嫂。內埔嘅附近接看到嘅太不錯，做得講係佢發明嘅哦。80公歲嘅佢，就算老嘅，還係堅持當夜自家親身俾佢學嘅無煮嘅，來保證煮肉嘅品質。自家學煮嘅自家買哦，真的，哇！而且小豬好可愛哦，那個苗都民族誒，你在煮誒，就用煮誒，就用煮誒，唔係啦，唔係就用煮誒啦，哦，就用啊，你係講誒呀，好，你講個煮誒，一個細煮誒，好啦，你要俾幾次班次啊？看，我看他們看到你好開心哦，哦，係啊，當歡喜呢，當歡喜呢，全部就行過來咧，看到日頭邊飯錢1,000里哦，當年要變幾拜？300，我寫300時。煮誒當年要寫300神哦。係啊。哇，我有嘗試3年都冇寫神呢。哎呦，開玩笑的啦。係啦，開玩笑。咁要俾幾次班係冇咧？我V啊，我 V 兩場。我的飼料行到那幾就聽嗌到那耶。係啊。來啊！阿婆，家叫到安泰煮要叫嘅時間啊？十幾日。大家無煮嘅要叫較久係冇啊？要叫久。哦。我哋要用無煮嘅。阿明嫂不卡嘅無煮嘅，要學會一年邊內漳州的詞，雖然收費較高，唔過肉是因為安陽變到較雜薄，所有親身付出嘅辛苦勞用心，全部都係為到做到油槍滿漢全席用嘅泰國菜用。呢條全部係泰國菜食材係嘛？阿婆，你做乜用木槍下用啊？哇，你看，阿婆手腳好快哦！兩木槍下炒，兩木槍下炒。一開始就展現他的那種真功夫了。
迄没有先不用煮肉，嘿，先叫做肉，好诶，老家油煸出来，系冇？嘿嘿嘿，我今日老用天数故意帮我咧。好。啊，不，这种是用的饭面，那个太木菜的啦。这个愈上啊，都愈讲啊，安尼菜愈更好吃。给嘛个甜筒哦，嘿嘿嘿，盐巴一点，盐巴诶嘿好。做出来你要滴。阿婆，刚才按用做天数嘛个？啊，都开始点都要标那个呀，哦，不用给的喂，我找到事情做了。那要标。那个黑嘛个鸡翅，给钱，嘿，哇，你的鸡翅也太大颗了吧！各位要给嘛个竹筒、猪肚，竹肚，不用要的料全部懂喉送，有没有发现？全部都很大，哇！你看哎，这样做一下，有没有披到东香的米头？这种味道啊，就懂冲给种真都不卡沟，还有妈妈闻给一锅空油像要搅翻的那种香味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俺忙是都都是已经动摇诶。看下给太爆吹啊！哎，你等下比超出米时过后，我闻几久的时间哦，我4点钟啊。 ？4点钟啊！阿婆刚刚已经都是要诶。啊，我显示嘛个呀。虽然泰国菜嘅料理方式同单纯，冇咁多嘅香料，撒出啲老食材簡單嘅味鮮完全發揮出來。不過看起來簡單嘅料理，聽出有人嘅堅持所在，像係偷食材，行卡係阿面所，切推唔愛青菜嘅想法咯。阿婆，你下搬到下嘅小鋪攤呢下來嘅，好，哎，這個味道啊，又有一些改變呢，有一些料料嘅種鋪攤香，啥過來咧？晒過來都變好。油豆腐哦，嘿嘿，腸子哈，一錢一錢啊。阿婆講到關鍵呢，它要一點點分批放，分開來不用一層一層的，有的料就要貼到上面，係冇？嘿嘿嘿嘿。哦，不用覆刮。阿婆，你有算過你青豆跟它不用幾多種料嗎？不多哦，算唔清楚哦。你看中間呢散出來這個鹽，就會有小鋪攤這樣有盼盼有按鈕鹽，對不對？嘿嘿嘿。沒出鋪來嘅種鹽哦，它是那種溜溜的那種炭火的香煙裊裊。送杯裝有按鈕嘅筍乾老一嘅泡菜，老嘅米絲茄米來係冇？嘿嘿嘿。哇，真係很香哦！阿婆，我嘅裝唔落嘅啦。哎呀，唔怕嘛，我裝。阿婆80人生，可能牙數腳結流這樣嘅。阿婆，你有冇按槍啊？按槍啊？你有按槍啊？係呀，你有冇按槍呢？哈。係呀。我按哪用時裝做槍？小鋪攤嘅方式，天天嚟熱，至少要煨4點鐘，煨食材完全不用出家嘅煎法，要足能皮湯，一道都係料理人一鋪一鋪實實菜菜去做，好味是養唔得嘅耐心老堅持。上下來就用按用鋪攤來開啊，看冇想講一個一個係。冇啦以後，個加貴啊以後，啲面頭我完全好做嘅，所以我有還有做咯，定係乜定咁樣，很好上多咯，我得好。冇想講一個一個誒。冇想。新好誒，有按鈕嘅，再有阿明說的米頭，對不對？哎，那有按阿面所面頭。按鈕做對冇嘞？可以。做對，看大可以看到咯。哦。哇！你看這個滑嫩的花生豆腐，你看咕溜咕溜的，好漂亮哦。係啊，阿姐，你可以試看咯。等一下，哎，你用下冇改試呢？你有加鐵板嗎？可以改試嘅呀。看到就咬嘞。不想你吃。哎呀，哎呀，做得什麼？可以。做得嗎？做得了。啊，做得推薦嘅，什麼嘅好食嘅嘛？你自己講。全部好食。全部好食。阿婆經常什麼嘅？高麗菜。高麗菜。酸苗。酸苗。嘿。啊，泰國咧？豬肉。豬肉，自家烤嘅。自家烤煮嘅。真勁呢！哇，你看這些真的是料多味美。看到就懂好食嘞，
有批到这种小米啊，这种味道啊，真的不是盖的，这真的是拿不卡跟米头，我家的妈妈的味道，真的。妈妈味道。冲过來嘅米絲就當上癮呢，經過小煲湯鐵嘅泰國菜，鹹卡加甜嘅基本炭燒嘅香哦，控牛老其他嘅食材，上菜風間出自家，共同湊出一層密密嘅羔羊，聞出層次豐富嘅香煙。吃這個呢我，好，那我先來吃一口豬肉好了，阿婆吃卡 Q 嘅，好，來吃吃，你要點咩做食？好。好。大家有看到冇？人家都鹹啊，落去過後，人家油老皮嘅部分全部發開來，發到我嘅最順風嘅，人家有嘅肉啊，哇！唔單止懂糯米，人家懂嫩哦。韓國啊，要是要吃入味的，有沒有？是呀嘅竹筍，懂我說，按咱台灣用干啥？天天嚟食。天天也是，嗯。而且啊，你好生馬街就鮮馬街誒，哎泰國，你從細食到大呀，食到乜樣冇啊？唔會咧。唔會啊？明年我是。冇食到，唔係好想食。哎呦，你這我們的離開不開，永遠。我不要會想食嘅事。真勁哦，睇下看到做蛋糕啊，也要出來。看起來啊，唔係嗰種太傳統講嘅菜，可是啊，這是最實在的菜，青色菜嘅不卡嘅米頭。你講啊，你做按樣30歲開始做，今年81歲，哇，做51年呢。係啊。當年按樣做哦？當年按樣做。啊，條擺咪咁辛苦誒？不辛苦。雖然你萬歲啊，我要愛雞啊，我要愛豬卡一煮嘅。要煮盤細魚食，冇停下來。冇，你個前褲，個你。啊，你有冇吃到腳誒？冇啊，腰手唔怕，腰手唔怕。腳加溫用嘅食。要腳唔怕啊，腳有地力，所以我吃飯我吃多啊咧。哦，有地力。爬翻身。係啊。咁你唔似介13年做哦，條擺啊？啊，雖然你話都做乜嘅咩13年做咯。你身上冇 Q 下天數？啊，伊都90年啊。我說你13年老三咩生意呢？哎，你有 Q 到胎啊？唔簡單咯嗬。你安強呢？唔簡單咯。你算啦，佢冇簡單。阿哥話你生日嗰擺，你嗰擺唔好諗就。睇講家唱安用啊，聽你媽媽做多啲下來，你咪做得講，做得全部接下來嘅啦。係啊。係啊。我陣間攞菜唔覺得我哋做。介意做嘅。咁啊，我哋通嘅我哋做嘛。媽媽對人嘅交代，就講按到，嘛個種整材色料啊，種清好嘅啊，吼，一就全部就對人來講係輕鬆要嘅吼。一路啲傳統嘅做法啦。傳統做法我哋愛繼續保持。所以嗬，如果愛3萬，唔啱要幾邊要用緊嘅嗬。你懶人冇辦法啦。你3萬啦做。富唔怕，你富唔怕，我3萬做。就算後生時節非常辛苦，留過當到心酸嘅木質，不過阿明說堅持刻苦耐勞嘅精神，留汗水來推理木質，勇敢面對，也下嘅佢心度後是有滿足家嘅生意嚟嘅有效，滿足自家屬意數到天聽。愛上佢嘅泰國菜，為一次啲女僕嘅飄香傳承下去。Hello， 大家安坐。哇，你們安坐就開始無限西呀飯條嘅哦。係啊。今本呢，老爺就約好我來做呀嘅飯條條夫啊。你條好家下張做對西飯條哦。係，因為一飯條要洗過。係，變好呀。已經準備好了。你條曬時節要變面，為啲飯條能曬到。他們曬日光浴還要幫他翻身啊。係啊，嗰陣時在人咩落去曬。仲有風太過，自細就看到阿婆做飯條條夫，
太熱過後上熟下來，無從大部分嘅家族事業裝訂傳統天天，仲太過仲係勇敢嘅創新，本後面是走到韓卡國嘅境界。小 C 莫是鳥朋友，對不對？你看他現在已經開始示範給我看，就是要這樣子擼，對不對？對。全部按用邊按呢？這我們在貼胸哈，對不對？貼胸哈吧，一大下會洗唔到。可是做乜嘅飯條愛洗膏咧？但係呢飯條洗膏吼，佢而家唔會有嘅黃曲毒素。哦。洗膏伊可以保存得較久。冇洗膏嘅話，飯條濕會發霉。會發霉。而且啊，它有經過那種日光浴的飯條，是不是會較香啊？會較香，對不對？冇想到洗飯條未係一門功夫，除了老飯條圓圓嘅鋪開來，特集半點鐘就要去變一下嘅。本得了飯條都做得本日頭充分嘅洗到，經過3日變呢，就做得熟起來了。一天變啊，一天沒有看到動到係冇按醬嘅飯條，對不對？係啊，我哋在拍時節有冇？要注意下嗰有嘅發黑嘅冇？發黑咧啥人用嘅咧？都安尼。哦，我看出差別了，它的顏色有點像是那個。較糊。冇伊做出來後嘅豆腐。我有嘅味道，我有嘅味道，要種做法係對你開始嘅嘛？唔係，牙婆開始。牙婆哦。我哋呢嘅田係提嘅荷巴田。荷巴田哦，攏沙沙地。種乜嘅佢唔好種。對對對。就要種飯條，因為飯條要較利水嘅田，咱可以種。種出來飯條，如炒飯條賣，賣唔係咧，又拿來做豆腐。仲泰國嘅家傳本業係豆腐。後來重新研發出飯條豆腐，變做女僕嘅特有嘅美食。為了顧到品質，從煎飯條到冇做醬，看起來當簡單，唔過搭鋪泰國都係親身來做喎。哦，用亞嘅苗誒，對不對？係苗誒。利膏案誒。係。這個如果說係個冇利膏嘅話，食起來口感會？食起來口感都冇按好。較粗。較粗。我食到嗰種，你知道飯條豆腐，它不是要很嫩嗎？滑嫩，像人家夏季嘅皮膚用嘅樣，對不對？冇，因為佢有一層皮吼，佢皮會腐，所以我哋要用佢皮而裂嚟去。好，差唔多了。係冇？還沒。有一啲步驟。還有什麼？冇弄係撞走來。冇打送。呀，它雖然講已經有機器來代勞，可是啊，動的部分還是要純手工來做。來扭下來。這個哈。要動用力。你不知道我平常最愛洗衣服嗎？我們客家女生都是扛把子。我還是擠得出來一點點的。係啊。好了啦。係，安尼可以嘅，係安尼。安尼都得快，安尼都該走嘅。該走嘅。該走。安尼繼續從嘢模糊嘅醬來嚟煮。弄過來呀，到邊？好。呀，底度可以嘛？該。要米醬。米醬，菜來米嘅米醬。米醬。不能吃用那個吃飯的米，對不對？唔可以。做唔到。要用生養以上嘅，咱可以。是，我真的假的啊？生養以上有糯米，咱可以做豆腐。你咱會 Q， 你咱唔爛爛。那我就來幫忙這個。飯條醬，要落去哈。老米醬還有飯條醬，倒入到大鍋底度，見聞見辣，點聞嘅高層底度，一時半刻都做唔得離開。將啲大鍋順烘見辣，上司帶下出火燒，愛到變到裊髒做得咯。可是因為看幾好忙咧。我哋都安尼有嚟看嘢嘅橋圖，原來是咧衝嘅拌呢。錯。有一點點，有沒有凝結起來拌呢用誒，這樣就好了，是不是？安尼都差唔多誒。那我們現在來成模了，對不對？這個嗎？我先裝不開。好，你先裝不開看。咱來裝。好。我要慢來哦，因為我哋咧可以一邊一衝，一縮一倒，唔縮，咱係一邊係。一縮兩縮，唔可以來要看咯。唔係。唔，係啊，來，其實很害怕，這樣有算一鬆嗎？安尼差唔多。滷黃豆哈，都可以。像這種東西，要是放冷了再來冰落去做得冇？唔可以，會硬係。會硬係。老煮好嘅豆腐醬倒入到糜度，
用挂到老蛋糕充分别用的麦片，撒点标本嘅人。太哥哥，这个过程爱动杀素，强地木度嘅豆腐建起来之前哦。我本身的我第一便当油的，这边冇东西好食嘞啊！冇东西好食，飲到豆腐一剝爛，不啦，锅巴。哇锅巴饭还挺好吃的，我觉得这个应该没会当好吃咯。七八哦，嗰時候哇，会蓬起来，有没有看到？等下去过老几，规在蓬起来，像人家泡芙一样。芝心豆腐卷，还刚刚想到还有一个铁席耶。我吃下去的时候，董冲这种哈嘎给起白哎。哇，这根本就是板条拌的啊！係啊，它超级 Q 的，對啊，好好吃哦。给它种锅巴啊，没料都给出口来，它不是，它是非常的 Q， 而且啊，你知冇？刚才真熬啊，还一个板条还香哦。等一下可以来期待给 Annie 做板条豆腐，不用冷够黑，那吃起来一定更棒。湿脱嘅豆腐辣，跟黏黏嘅飯條香，本人身嚟會甜味。生下來就係愛等表皮冷嘅豆腐，天天嘅冷下來，卻變做嫩又有彈性嘅雪白葡油。邊過來時間，哇！我哋表拿過來滷，哇！有啲甜。你看，这样我们把它打开好不好？你们看，你看这个滑嫩的花生豆腐，你看，你们像懂油懂嫩哦，咕溜咕溜的，好漂亮哦。我哋再繼續。所以你这个要交给我是不是？你可以試看咯。那有什麼問題，對不對？沒有問題。等下我哋一邊開點皮上去，邊隻邊誒。拿唔紅都冇拿嚇。等一下。你用下木蓋試呢？你有加鐵板嗎？蓋試的呀。不行，好重哦！冇法做，我拿全部砸到我。對啊。重的，真的好重哦。我夾變得好 man 哦。係啊。哇哦！我體驗一下，我奶的是開半邊。真假的啦？係啊。你這個那麼小塊給我翻，大家黑某變後我就撈虧了。嘿，來嘍。好，點呢有。2、3。誰笑的？誰笑出來？成功。好，拿起來。哇！哇！你這個豆腐原本沒做好哦。沒有。好啦，還是很漂亮啊。手工的都會按樣會看某人講，手工的都這樣。正常來講是迄按的啦，按你700萬塊。這你弄的？係啊。這我。老模板變面，本飯條豆腐濕貼嘅乾地鐵餅蛋糕就完成呢。但搶看蛋糕從後上細妹嘅皮膚嫩又拍，從彈嘅爛，真見本人當上吃色咯。看，很 Q 有沒有？很像那個啊，就是你拿做一個櫃。你有沒有看到那麼 Q， 那麼 Q？你咩個是？好，那我。哇哦！你有冇吃過？人家咬啊下去，加下連那個牙齒都會黏 Q 它哎，而且它好 Q 哦。還有一個很特別，為什麼有點鹹鹹的呢？有加一點我們的秘密。哦，你看，講到秘密就。醃在又白又綿嘅飯條豆腐，唔但將本人最好留香，另外還做得變化出好食嘅料理哦。這可以做出變化料理。第一道你要教我做什麼？做芝鮮豆腐卷。廣藥太子，海南島人漂洋過海來到台灣，變做客家新橋。
太子讲，佢嘅样式是喺一下鼻样机，就天天从泰国开始做板头豆腐咧。按容易做，就系10多年嘅工艺。我们先打开豆腐，然后把它切成条状。哇，像一般啊，板豆腐啊，都是吃那种配皮蛋做狼盘。太子，甲杀过来咧，你要给切好一条一条诶。沾一点花生粉，一点芝麻粉。春卷皮。对，用先卷皮把它摆平。哎，样就好诶。咁侬不会再个包给粉呢，系吗？都姜粉沾一下，然后这个我猜想给蜜头会有点像炸冰淇淋那样子。对，这个是面包加玉米粉都可以。看起来没挺难做，先沾一点点要给买粉。对，各位要给板豆粉吗？嘿，好，来喽，包起来哈，就像包春卷一样。对，好，那就要用一点一点完成。等一下我们要黑落去泡呀，还去煎呢？用炸的、炸的、煎的都可以。我们要研发不一样的口味，因为一般吃凉拌的是比较单调。太子讲，为了解决饭豆腐遇到高温就会融化嘅问题，佢就用高温来泡嘅方式呈现佢。下一次料理，拿豆腐切块，就做得变到温度去泡了。冰面膜嘞，没，亚个没 Q 用，等亚个外摆有呈现焦黄色，有就好食吗？哎，要开始铺起来的时候就差不多了。哇哦，亚个super 粉啊，真紧看，会蓬起来有没有看到？等下去过了解，规在蓬起来，像人家泡芙一样。哇，呀哈椰泡，有没有看到？它越变越大个了。因为亚个饭豆腐本身上色就做的。所以啊，佢等佢铺起来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啲太子嘅变化，简单拍枪嘅饭豆腐，就创作得又长又长年嘅金色衫，啲做蛋糕典雅嘅风采，正经还想客家地位留其实落嘴。知心豆腐卷，同样嘛个种嘞，酸辣酱，酸辣酱。你看到，刚刚想要还有一个弹甜席耶，那我不会数车，韩港你看有看到？我吃下去的时候，董冲那种客家嘅糍粑诶，韩港落嘅买，然后板豆粉，吃到特别的香。你那杯叔叔啊，底杯有软软。你係嘅希望研发出来爱想出来的。真的哦。啊，今日看到个披萨，佮有想到，有披萨有芝心豆，迄个披萨嘛，啊，人哋讲像个豆腐吼，伊本身软软的，啊，用准备讲弄杯叔叔啊，底杯软软。它让你感觉啊，就是 Q 米蛋糕懂得层次，懂得变大，好棒哦！这算是真的是独门的特色料理了。这个是要沾什么？胡椒粉。胡椒盐。胡椒粉胡椒粉，这个我刚才一起做，这个是泡芙，对不对？对。好看呐！那它这里面有没有？你看，真正懂冲这种客家嘅糍粑诶，你加热过后那种口感，no way 薯切感觉啊，会让你感觉好像都会吃饼诶用诶，还加温一些胡椒粉啊，很下口。咬开外白金黄薯切，又燒又嫩嘅飯頭醬，眼皮就啲最好展開來咧，掠出飯頭腐凍，層層貼貼、酸酸甜甜嘅口感，落嘴就翻開來，味是又嫩又清新哦。至於來都安尼，安尼都挨牙破咗，係都挨媽媽食嘛。啊，媽媽食，伊都喺去燉學多擺，都定重誒，啊，伊地家呼呼安尼去賣。真的哦。比如講油限啊，因為伊起到最煙，係起到味濃，真是有時乜來食。啊，人都講，我讓我傳有啲東西推廣出去，本他個人去地底講，反正都攞客家人嘅名山。啊，來到呢鋪誒，講地底講來食飯咗豆腐。所以我哋都變講，我哋都去慢慢地來傳，有飯咗豆去批發市場。傳統誒，我哋愛隨便推廣，我哋本身我哋愛有現有一啲東西本去
去参考。讲伊遐东西唔要查，伊那有可能讲来接触人家东西，来用人家东西。太哥，你刚刚讲到一个关键呢，就是一步一脚印呢，按用一步一脚印呢，慢慢的向前来行，开拓这个市场。对，真的冇按容易耶，都两下来，大家都女仆都听错的是两个饭跳跳夫。还记住你家都两个女仆来几多年呢15年。15年呢，而且啊，你跟他讲啊，久居他乡是故乡，你知道不错讲，其实女仆对你来讲就是两个故乡冇的。所以忙得很高兴。对，忙得很高兴。我嫁来15年，然后就是大概了解一下，我不是客家人，可是人家讲说嫁男不要嫁客家男，可是我觉得还是要嫁客家男。你看，因为很勤劳又很淳朴，这样子，对我喜欢。对总太哥来讲，饭跳跳夫唔单止係家嘅事業，更加係佢自細到大嘅盤。雖然照老方法來做當麻煩，不過家嘅堅持同熱忱完全冇變。用飯跳跳夫做業菜，結合客家美食，本飯跳跳夫有更加多方面嘅發展，未俾傳統文化流入新嘅裏頭，開拓出全新嘅料理風貌。時間流轉，帶這位老爺嘅風華歲月，實帶唔走流傳啲客莊地度百年嘅秘密，就像李太子堅持古早味做出來嘅米糍粑，行個阿明嫂飄向千里嘅大鍋菜，阿姨話總太哥一菜傳得一台，手工飯跳跳夫，呢條算係客莊地度嘅秘密記憶，強揚啲女僕嘅飄香，行個本人情味，我記得咯。料理就可以一種情感嘅延續。下週好美食，我哋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日春雨水講人間，江浙調重現。春風過去長命道，後面愛靠谷雨天。日下小馬唔下線，夢中淚雨風思念。西瓜青甜，望你望太初不念，苦漸漸。日秋處暑甜桂葉，年年人團圓。日冬收線。18夜，四季輪迴又一年。